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帮各位来介绍这个题目，叫做三个笑容。三个笑容。那么这里头的内容就是说，有一个家财万贯的富翁啊，他快死了，死神呢就准备来接他了。他就问这个死神呢，问死神说：“哎呀，我死后会上天堂？”还是下地狱呢？就死神就回答说：“啊，地狱啦，地狱。”富翁很不服气啊，很不服气。这时候这个死神说：“你不服气吗？那好，我给你1周的时间，1周的时间。如果你可以收集到3个真心的笑容，真心的笑容，我就让你去上天堂哦，上天堂。”富翁啊，从他自己的老婆开始了，他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就给老婆了，老婆见到这个钻石项链笑得很开心，但这不是真心的笑容，不是真心的。到第4天以后，富翁做了早餐，端上桌了，老婆吃了一口，眼眶啊就泛红了，眼眶泛红，笑了起来。他说：“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没有钱，你都会做早餐，我们就是这样吃简单的早餐哦。”这个时候，富翁突然间发现了老婆的笑容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哦！他得到第1个笑容。富翁把第2个真心的笑容呢，就寄托给他信任的部属了。部属，富翁跟他们说：“我决定了，我要让你当副总裁哦。”副总，部属很感激。但笑容不是真心的。到了第7天，富翁就跟部属说：“哎呀，你为我卖命这么久了，卖命这么久，那么我给你1个月的长假，5张啊，到夏威夷那个机票，夏威夷机票，带你的老婆跟孩子一起去玩吧。”部属啊，很微笑着，表情慢慢的变得非常的柔和。富翁心里面想：原来这是部属所想要的。剩下不到1天，富翁就想到外头去走一走了。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蹲在那个路边哭啊，于是他赶紧把她带到警察局里面。直到这个女孩的父母赶来，3人呢抱成一团，哭了起来。富翁感到一阵的温暖啊！原来帮助别人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。他得到第3个笑容，结果他真的上了天堂了，就不要下地狱了。所以人与人之间有时候看起来是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动作，但是最真心、最单纯的帮助，当下的真心笑容就会跟着而来呀。所以我们要经常帮助别人，带着满心的喜悦，带着这种欢喜的笑容来跟人相处，世间是和谐、是快乐、是幸福的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